好，我过来补充一个较趣味的吼，互大家罔做参考啦吼。咱有当时啊，若免怎讲，较有年纪啦吼，咱的手骨肉吼，会安尼吼，有当时会安尼较无运动的时阵啦吼，会安尼弄碎吼，咱即摆华语讲好一个名叫做蝴蝶袖，捌听过无？先教大家蝴蝶袖的台语免怎讲？蝴蝶袖你看咱。因为拄则有讲到迄个有顶落来吼，所以咱就来研究这个先讲双下巴做老子吼，蝴蝶袖咧，来讲看手老子，哑巴，手老子吼，听有啦，真趣味。来个免怎讲？呀，你会晓讲这有够咬的咧，你哪有法度讲出这啦？足我有啊，我感觉吼，已经有迄个啥，有迄个感受到啊，有迄个蝴蝶袖袖子唔像我讲蝴蝶袖，其实伊较早有人讲咱即马甲记录落来，若无这相关要讲正经袂晓讲吼，咱会当将迄个蝴蝶袖甲双下巴吼，甲写做，咱即马双下巴，我有看到伫咱的内已经有写落来哦，叫做老子吼，因为。就是亲像那麻糍安尼有无，强要垂落来，强要留落来安尼哦，所以双下巴叫做老糍吼。那这个蝴蝶袖来，麻烦咱先从这个来吼，这个蝴蝶袖吼，台语叫做过会垂啦，手骨头的骨啦，戈壁的戈啦，过会就是咱讲迄个过两骹吼，有人讲过两骹有啊这个腋窝下吼，叫做过。垂啦，垂下来的垂哈，你麻烦甲写一下哈，写喺咱的内哈，安尼大家来看都较清楚哈。老子哈是双下巴哈，咱即马搁甲补充一个蝴蝶袖哈，蝴蝶袖叫做过会垂哈，过会垂哦，就是迄个戈壁，有咱戈壁的戈哈，下骹的垂落来，垂下来的垂哈，过会垂。好，过来我顺续问啦哈，既然讲到双啊哈，来大家来抢答哈。双下巴叫做老子，双眼皮免怎讲？丁顺大家都知影，咱嘛是甲写起哩哈，因为咱无一定讲所有的学员拢迄个啥，拢知影，咱来当从迄个啥双眼皮甲写起丁顺哈。佮考一个哦，来，那按单眼皮免怎讲？无丁顺，跳啦，对啦。单眼皮咱袂特别讲，单眼皮个讲无丁顺就好啊。若讲这个人吼，看到老子吼，主要毋是伫讲伊体型吼，安尼干迄个迄个啥，很胖很肥，好像肉要低下，其实毋是讲这个，是讲这个人个性。个性老子就是迄个啥呢？安尼不积极，看起来安尼敢若绕扯，有无？安尼袂哪毋安尼？讲这个人老子，这个应该咱是毋有别位老师恁捌听过？有无？形容一个人不是很积极迄个做代志安尼无啥精神讲这箍我甲看起来嘛是老子啦，无啥好。